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其实，更加对农村的社区来讲，面临的个大问题，如是人口越来越少，同时人口嘛越来越老。因为两个问题最大的影响，如是讲，因为做社头人越来越少以后，对社区的认同嘛越来越大，同时地方的文化唔单止係客家文化，無論好多文化其實會無人去傳承。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伊嘛係我哋歸鄉嘅一啲年輕人啦嚇，但是伊用伊嘅方法去記錄到伊嘅社區嘅一啲人事物，同時亦都記錄下來嘅東西變成伊哋嘅社區地方，佢當然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社區安靜。我哋馬上發現今日對於我哋高雄旗山來嘅天富鄉來到現場，富鄉發現。大家好，我咧對高雄旗山咧幾有數下來嘅一個講後生嘅也好，嘛做得安尼講啦，因為鄉下人口安尼因外流，流我哋總頭來講啊吼，一條睇人啥老人家攏喜愛後生嘅。係啊，嗰時候其實後生嘅是個暗潮，但是我想講一開始嘅時候，我想向富鄉同學的觀眾朋友，還是同學紹介一下你自己啦嚇。你自己以前做乜嘅？我係做調南模嘅。做調南模，一從年輕做調南模。年輕做調南模。應該佢下拍浪錯啊！其實做美容美髮應該打扮的路全部佢講，佢基本全部一身無咯。也見人攏佇做社區啊，攏電廠嘅白傘也對。也就睇種嘅活動嘅對啊，所以都變啊曬都有。係啊。你以前都一開始都做我哋咧講算是早先講的美容美髮嘛，哈，一種。你做起都一開始替你工作都做樣嘅。替你工作唔係傳統。做傳統。係。喺度能進入美髮業。咁美髮業其實係啲算我哋講幾時髦嘅一啲行業。其實睇哪塊業咯？我攏擺佇老爸本人搶，古來旗山樣開業嘅。嗰隻旗山他們做幾久啊？旗山做咗22年了。20年，嗰其實算職業生涯裡面可以做到22年，表示講只有自家嘅人客固定嘅人客啦，自家私創嘅咧吼。鄉下人個有感情。很客氣。其實頭先講到一啲地方講幾有書下哦。嗰時講幾有書下係講裝嘅地方有啲幾有書下。頭擺，但是而家都變成而家裝嘅名係咪？係。而家裝嘅係哪呀？喺裝嘅係旗山嗰片北方嘅片嘅。旗山嗰片。我夾成嘅片嘅。哦，係差唔多咧，可能你在北方一時的話都變夾線。可是問題係旗山其實係好容易嘅裝嘅，係咪嚇？係啊。佢幾有數係客人裝嘅嚇？其實旗山嘅客人裝有差唔多3個啦。老輩嘅兩種攏差唔多也下，大部分攏好多人嘅。我哋種因為過地輩冇公差，所以我天然冇可能會辦過來，所以我哋都保持下幾好安尼。嗰時一般來講，我反而嚟從到講面同嘅行業，其實大部分係好容易，其實唔係咧嗬。即係我哋講法，等於講其實原本應該要有3種嘅係客裝，但是而家有2種，因為交通方便，反而全部講好羅吧。但是因為人哋幾有數下，因為交通唔方便，其實人民人過少，等於你講，我哋講機密冇辦法流通啦，嚇，我冇辦法反映去，嗰時就變成保留嘅一啲以自家完整嘅客家文化同客家裝嘅一啲風貌。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就頭先我哋開始講，唔係返鄉青年，其實唔好下，按犯法嘅地方唔好下，做乜我一過去幾有數下咯？幾有數下哦，因為講實在阿爸咪也老嘅啦，我也感覺嗰種鄉下態嗰種冇乜適合都市嘅生活。對啊，你都市路比你鄉下嘅事業嗰度啊，我講都老能發現到。這個唔適合讀書，做乜咯？喺你萬世嘅童年嘅生活，睇幾有數下快樂。快樂啊！同話講一下何樣嘅快樂法？講冇課業壓力啊！係講冇課業壓力。你看媽冇鬼有錢啦，過都感覺講啊，人跟人之間唔會安尼比較來比較去安尼啊，所以感覺快樂。嗰種感覺到係啲其實係啲幾單純嘅四種嘅，學夾到地上太多錄音室嘅一啲四種，太不能親人啦，太不能親近嘅，從未上天啊！冇，我哋太相安尼相種，先相種，客人嗰度相種嘅，六隊嗰度相種嘅，我哋也有相種嘅，都有2-3個伙房嘅，係啊，但是你從頭到尾能講嘅呀。
可是应该睇你做我哋本身健康有所謂。咁像只貴氣嘅話，唔做話死條。咁冇可能係做農啦，因為自己本身咧種個條南無嘅條路去做安尼啊。係啊，你也差咩也見人都開始做影像記錄安尼。係啊，你慢慢嚟潛到一種我另外一個興趣啊。另外一個興趣，其實嘛係另外一個記錄係人自家錄下。應該講，可能自家身上嘅地方嘅一啲方式啦。但是我從問過，因為從同我講到，因為佢當然來講嘅話，以前喺外面生發啲嘢喺度變啊，但以前喺陸下生發啲嘢喺萬個廠呀，跟人哋過去冇近鄉情怯嘅感覺嘛。一定會啊，因為怎樣嘅，雖然我哋呢邊冇馬個要改變啦，因為馬冇可能有新嘅有個新嘅建設安尼，啊唔過人冇相同嘅，內皮嘅個性咧。啊，後生嘅冇嘅，跟頭擺相一天會有嗰度地方冇相同，呢種感覺都間係識差幾多。其實因為頭有講，其實可能用攝影嘅方式去翕相嘅方法，去潛到去記錄自家錄下嘅方法嘛。但是問題係當初我想嘅接下工作嘛，你講而家睇下嘅村莊地方有一啲頭銜嘛，除了返鄉青年以外，佢是嘛個都冇啦，因為我爸爸離失蹤啦。係啊，伊80歲其實伊要做嘅事情嘛冇多，嘛唔少做，嘛個攏啲啦，係啊。嘛個協會理事長啊？我咧給有書啊，客屬文化發展協會。哦，好，嗰時後來爸爸80歲退休嘅，你都去接係咪？伊冇退休啊，今日喺做理事長。伊還是理事長。係啊係。嗰時你係。我都睇你去開會嗰度嘛，嗰度啦。然後個係執行秘書樣，後半樣再加上去。好，嗰時佢有啲執行秘書嘅名啊，係咪？有名我等下過來做事。係啊，我想講啊，你強上啊做，結果冇想到你做你都自己咩？其實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嗰度沙期人機櫃台嘅嗰種，我哋講睇現實來講嘅話，伊能從講冇唔講啦，協會嗰種東西，嗰種組織起來嗰種簡單。但是其實協會嗰度文書處理啊部分，對於佢嚟講真是冇辦法。係啊，我哋講電腦工，我哋講 computer work， 已經做唔落。嗰時年輕人應該有部分應該係人做吧，把做機巴啊。其實聽落嚟嘛係，多樣在學嘅啦。我記得我睇個寫案咧係用書寫嘅，唔過講大師嗰種大鬼慢嘅，用寫嘅咧，寫幾啊千字啊咧。啊各位，呢種我剛才接案咧人感覺煩嘅，踩住煩嘅啦。你天係打上去嘅。咁即係因為佢是學冇用電腦咯。都去搜尋啊，冇都買書嚟看啊。咁好多人講，可能用一樣嘅方法，用攝影嘅方式去記錄自家嘅村莊。其實我想到用哪個方法？講實話好，因為我冇會寫文章，用相片嚟講故事。但是問題係嘛，係一種我講啊，一種記錄啦。好，有啲人有能力用寫嘅，好，但是有啲人有能力用翕嘅，翕嘛冇簡單啦。因為其實從我哋以前我哋雙岸嘅樂隊最有名嘅一啲音樂是劉安民，我哋講劉安民老師，其實佢都講過一件最重要嘅事情，你講我要記錄我也是喺農村。嗰時佢都把，你看，佢其實學攝影冇簡單啦，因為算是貴族的一種技藝，因為其實攝像帶片，攝像音樂機，好嘅，其實貴。你看，伊用到昂貴嘅東西嘅時候，唔會像有啲人講，我要去拍人物，我要拍什麼？伊翕嘅係最彩體嘅東西，因為伊講講種伊冇把也是喺農村留下來嘅話，農村嗰啲東西，因為我司空見慣就冇把佢留下來，但是伊冇留下來嘅話，後輩人都唔知以前嘅農村上班嘅樣嘅。可是我其實有人嚟想話講，我愛把幾有書下留下某個東西來。其實兩回事，我是感覺我哋呢種會講啦，講嘅地方唔像嗰種嘅風景，還有人情嘅問題，也個講。我都想講，我都像翕相嘅安尼，家記錄下來。結果看到相片，心都腦底部都有嗰度想要寫嘅事情，都慢慢地練，都開始會寫一些文章安尼啊。可是上來的相片地部應該有你這個我感覺到講。
我讲哦，佢好嘅一啲地方吧，譬如講建設啦，無論講用嘅一種構圖，你這個感覺到佢好。會啊，每樣開始也都盲排啦，都因翕啊個樣做對嗰度相片特別去選，啊慢慢嘅叫佢有心得咧，啊，都會開始去，我翕之前都會先想好。係。嗰個有個相片後來係分享喺天鵝上面咩？是本來是狀況人講嘅咧，我自家留意嚟啦，啊個我哋其實咧奇美社區大學研究有發現，啊個都冇嗌有一個醫院都辦呢種嘅攝影展，啊就話嚟咧，都開始辦呢度，啊個慢慢都搬到本人哋啊，有個作品啊咧。咁他個人嘅回饋咯？我比講嘅專業吧，我唔敢講啦，啊我尊重國際體，啊依種嘅人嘅想法啦，佢自然啦，係啊。其實國際體都係我哋當下人嘅想法，下一段節目我哋咧分享如何同我哋紹介以翕嘅相片，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兩節目我哋來自高雄旗山基友書校嘅天富鄉，同人講以影響嘅關係，基友書校變異嘅返鄉青年。所以我哋要講，即係用攝影嘅方法，嚇，用影像嘅方法去記錄到自家嘅錄卡，同時嘛係記錄到自家嘅記憶吧。係，嚇。啊，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你自家嘅作品？因為是因為我明日上班啦，也講。散步啦，經過一啲農田啊，啊都對農田開始翕啊。嗰種農田地方係做事嘅嗰種人都變成這個最刺眼嘅一個主角啦，哈。係啊，嗰種像我人家看到嘅相片地方，你唔記得一開始拿起相機地方都開始記錄嘅種人。樣開始哦，先翕風景啦，練習好嘅啊，個樣開始慢慢嚟感染上去安尼。咁種即個看到講嘢就係做些富人家啦，吼，無論係行路嘅人嚟講嘅話，唔知你感想係乜嘅？哪感想哦？頭擺啲農田攏做嗰種高後生嘅人，見攏老人家，80歲閒啲做。你以前翕到嘅發現講係冇唔錯，以前攏人強，睇個人做些嗰種富人家，全部都嗰種人講少婦，吼，嗰人強嘅媽媽啦，吼，帶住聲音嚟夾不出嚟做起，而家嘅情形冇嘅吼。呀，可能都係年輕嘅人，可能都係種個越南嘅，係新住民也得。咁從哪嘅地講，人嗰邊其實有幾多嘅河壩嘛，嗬。可是其實係萬世時嘅河壩影響對你嚟講，係咪而家人看到天呢種相片，嗰種河壩嘅嗰種感覺啊，冇翕河壩嘅想法係嘛？一方面伊講啦，咁過有幾多故事啊，因為頭擺亞公爺條裝批間嚟講啊，弄擺間嚟面對面農用嘅過來嘅，對一啲山萬嚟北過來，啊經過河壩嚟入邊開創嘅故事啊。啊基友書下吼，有個名嘅我有到基友書下咧，因為弄擺面農嘅竹頭背喺邊嘅，尤其亞夫嘅人會面呢北山過來入邊嘅工作，啱講冇喺哪啲啊，多連南頭就多貴嘅安尼。因為以後講啊，同住愛喺那邊食飯休息，啊，杜紅啊，你邊有一片嘅一種嘅基友樹林，啊，都有條個大條，然後喺那邊食飯休息啦，啊，叫佢慢慢嚟，就算係我出發第三單個，又喺山地同杜道，我們講啊，哎，人同住喺那邊休息咯，啊，基友樹下休息啦。啊，天命都安尼落去。嗰度地方本來都以前講人暫時休息嘅地方，吼，冇你講支撐，比如講幾塊地方有啲乜嘅東西，吼，都變成叫嘅都變成幾地方咁樣嘅。但是至少都幾清楚都地講可能其實就係對竹頭背，吼。做牌抽牌吧，哈。應該是冇，應該是沿種冬天工作，因為冬天啊，吼，迄種好嘅直接過河壩就過得嚟。哦，其實淺嘅啦，過淺一些，過淺嘅，直接過河壩嘅。啱應該是啊，可能馬冇過河過嚟也偏開裝啊，可能都提
山上嗰片做啊，嗰會慢慢嚟要辦嗰類樣，因為佢後背有嗰種嘅推動體咧，總感覺，啊，變啊人嘅條路有問題，人樣開始睇下開創嘅，主要係呢樣原因。嗰種講嚟開創嘅意思，其實按你雙方來嘅話，其實嘛喺地講，他個研究屯面農嗰邊你可能講親戚關係啦，啊，嘛係安尼啲情形。佢而家其實而家研究社會係傾向啲河壩嘅耕種嘅人嘛冇咁多嘅，同時耕種嘅人嘛變嘅吧。河壩冇耕作嘅啦，因為山一片攏擺林務局教人過，係啊多啲咪和解冇事情嘅，都辦本嘢嘅。啊頭擺個閒時喺河壩沙洲嗰邊攏係有啲耕作啦，係啊，因為冬天下又冇有太水啊，啊都萬年成日插旗嘅，萬年成日田線都廿啲嘅，冇唔錯。佢大部分同我發現嘅事情，其實都從嗰啲河壩啲嘅牆體啊，人哋嗰邊上班嘛係啊，都從嗰河壩啲嘅牆啊種西瓜。哦，人哋嘅新邊嗰邊嘛，哦嘛大嗰時，米咪尤其係我講太水做過以後，其實嗰河壩最皮嘅時節。哦，嘛個連暗部太水都唔前推起，都開始嚟牆體牆暗部都嚟連，於是會上大。嗰種其實有啲地方對米啲人講開發嘅地方嚟講，如果發生呢啲事情，但問題係其他上講嘅話，從呢幾片嚟講嘅話，有新住民冇？新住民也幾多嘅。因為現在喺相片裏邊，譬如講唔看到有啲啲，唔啲個從伊啲，佢從伊啲新住民嚟煮飯係咪？伊嚟做哦，伊唔係新住民，係外省嘅新橋，外省嘅新橋，係。咁而有啲相片上我講嘅係乜嘢嘅意思咯？我嗰啲片錄下了，因為片錄下大概嗰年然後人嘅家族聚會地步啊，可能會差唔多3族到4族。佢睇伊啲火房，係啊，人我感覺嗰城市嘅都會人做嗰種嘅客家傳統嘅太鳳西鳳啊，嗬，攏係小潮嘅，啊，啲嘢種嘅條擺木條嚟做，係啊，又主要我會想起嘅原因係咧，因為以前我成年也唔少，啊，過幾廿年前，大部分攏也做行業啊，面農家過來行業做，啊，伊感覺佢辛苦，伊佢費事要學，啊，好嘅都好，前年咧伊天界下來做嘢幫我協助。所以有個小朋友感覺佢感動。係啊，第一次主廚當主廚，因為其實按我講咯，媽唔算新嫁娘啦，但是以第一擺做客家傳統嘅菜時節，其實個米絲嗰度，因為我講過，希望佢可以得到大家人認同，同時嘛係對於身份嘅認同，好嗰時都本協到，其實也為相片本身真係感覺到講，一種溫暖，好一種佢受暖嘅感覺，唔單止係食。唔係講點啊？太鳳西鳳嘛，後邊所買嘅山珍海味，買嘅鮑魚啦、龍蝦，一路係啲最傳統嘅東西，好豬肉，好嗰度東西。但是一種上面我本人感覺到都嗰種家庭啊，走，家庭，家庭啊，我食到安泰煲，那安泰煲嗰種感覺到，好尤其是頭先講嘅小菜嘅。佢有多條幣係寫下嘅，嗰種佢笑喏，你嗰種感覺，因為佢幾時就一提嘅做條夾樣，我感覺到佢笑啊，好尤其係爸爸媽媽提嘅冇要整天班嚟做某事情，哦，嗰地方係廚房係最鬧人嘅地方。香港人小菜啊，嗰個師傅啊，嗰個都調機咧，俾做個番薯啊，依味啊。冇唔錯，係啊，嗰個其實對人嚟講嘅話，其實對嗰度嘅即係傾地輩。喺很多幾條書下邊個重要嘅啲記憶吧，個重要。因為佢嘅上面地方有啲嗰種可能嗰種係顏色係咪？顏色嘅啲係。有個會傳承會差唔多100年嘅，係咪都係100啦？會100年。算是啲戲服還是晚風咯？晚服還晚服個，晚服係晚服田下呢邊就當成制服啦，當成西服啦，係啊，而家嘅啊嗬，各種嘢係呢種嘅元宵節啊，元宵節你係咧後生嘅人過年做啲蘑菇類，咁過一種好嘅元宵節一天可以過來。做乜咯？因為我講客話啊，我要裝啊。嗰種客話上面做嘅，唔係係要太苗喺哪啊？你嗰邊要啲太苗？像嗰啲鮮花糖嘅。哦，鮮花糖。係南糖。係，嗰種以鮮花糖本身係見咧係乜嘅食物啊？見咧哦，以我哋做成咧觀音太師。觀音太師。係啊，還有。關聖帝君、使命真君，叫係嗰係
南海观世音菩萨，嗰度啦。嗰個等於你講，即個元宵節古老，伊講嘅口味啲，講嘅口味一件事情，對年輕人來講反而係台詞。過年唔是古老，但是元宵節一定要古老。對啊，因為我對一道相片地方，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唔把嗰種點講啊，有啲人會把相片皮嘅歸講。啊，會發點冰芒，跟顏色非常飽和，但是你用一個沉嘅色，但是一種色地方，你就發現到講，其實你呢嗰種樣嘅嗰種，你希望我都係展現出樣嘅一種情形咯，其實我有想過講啊，像從近片人想到去把個華麗啊，個色彩個鮮豔，我感覺有種東西慢慢地行啊會失傳。所以我會用個灰暗的一種顏色去表達它。做乜嘅呢？你而家真係講口語嘢嚟食係咪？其實係冇問題，啱啲10年係會用嘅。係啊。裡面我會發現到講，其實有時間推人家相片裡邊，發現到你對光影的處理吼，有時間會變得講樣講，可能個保守的光影處理法，譬如講從頭講個後巴嘅地方，像有地方人哋做些嗰種嘅相片裡邊，唔係用嗰種個暗色調的方式去處理，你想要呈現嘛東西？可能講係心理嘅反應嘛。係啊，因為睇翕嘅係，我諗其實嗰反應翕啦。嘛，我今次翕出來嘅成塊嘅相片，我滿意，唔過大家看到相片都會十八順嘅感覺。因為其實前頭都有講，可能這個有拍的伊啲這個攝影展嘛，嗬。佢其實他個人看到有個相片，一道相片，他個人有個反應咯，有啲人故事冇都講伊哋有看到某個東西。樣可以試驗用老多有個相片嚟偷拍相片啊。嗰種吼，老照片，係嗰種，係啊，咁我可以啦，我可以跟人走啊講佢復古呀樣嘅，係啊，都自然呈現啊，講實在嘅人種，你當嘅人種，你會有感覺講時光倒流，你會感覺講，有個時代仲係有你講用30-40年前嘅一啲上海聚落一種生活面啊，係啊，咁你這個譬如說我哋有一道相片以後，有一本狀對。我講村莊地波，嗰度睇睇細看冇，看人相片。我今日翕嘅，我下擺會寫相片會送人。係啊，咁伊就唔好講西北按行機上，我哋寫到相片做做。嗰啲吧。跟這個要我哋講。係啊，然後感覺我乖乖安尼，要提田龍安尼，係比來比走嚟走去安尼，要冇作害。我習慣翕相冇作害啦。因為感覺個貼近大自然跟土地個有連接，所以我冇買作害啊。我感覺翕相有啲個神奇嘅，就會慢慢人哋我哋做嘛嘅，個人個關心大家我去眼睛吹翕相嘅鼓勵，呢種嘅茶單我攏慢慢嘅吹。嗰就等於你講翕相一件事情，唔單止表唔自家去潛出唔睇幾有數下嘅天理。同時嘛，幫他個人哋唔可以俾幾條書下做嘛嘅。係啊，又係慢慢捱目的啦。係啊，個等於你講，你上個頭都講嘅，其實嗰種唔冇記錄一段時間嘅故事嘅話，其實一道事情喺一百都冇意義。慢慢嚟都會睇嚟嘅。慢慢嚟都會睇嚟。係啊。其實嗰度嘅故事對我哋來講，佢想睇一睇影片，你想放一下畫個都冇，但是互相把記錄下來，首先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嗰件細故事咯。翻過來，福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自高雄旗山嘅有數下，互相同我哋講嘅而家相片地步嘅想法同而家嘅意思。我想問一下，頭有講到講唔等咧元宵節嚇，人強一條過來，同時把佢講到你嗰片嘅雪花糖。其實我哋啲講你嘅有數下嘅福安莊，其實咪有唔等咧，唔單止嘅元宵節有百年嘅歷史嘛嗬。我想問一下。做乜嘅睇一啲甲表落去好羅莊嘅一啲總頭地方，能可以把客家文化保留完好？主要是因為
过地杯啦，专门地杯，因为老杯我哋咧总头嗰种嘅本嗰种嘅甘蔗样包围，系個太快咧甘蔗樣，啊緊有冇貢茶，啊一方面我哋個古質料嘅我哋咧咩話吼，老杯好多種攏有跟人搖去參加，跟人交流，啊我哋堅持唔會，啊侬把限制下，因為為到有個事情我哋讀書也會俾人欺負，因為咁啊我哋個古質，跟人也冇相同安尼。嗰陣你讀書時嘅，其實附近還是以好多種讀書。去好多種讀書啊！啊，呢種我本來感覺佢上心路嘅，同學本來佢好嘅朋友，啊廿八交代伊唔好同佢講啊。我感覺講啊，有個條擺恩怨做嘛，我也需要我哋有個時代係。係啦，錯啊！其實邊度搶水搶資源，哦，其實冇有幾多衝突啦，哦，嗰時會變成會而家。啊，然後我同學教嘢，因為我哋喺好多其實好多種，佢會講好多，跟面容易比咧，佢會講好多。所以喺親人嘅面前，侬咁樣講，人哋佢講好咯，佢唱鬼背，結果多兩面客話都變唔會，因為佢擔心嘅事情，係啊。其實你變成個可以同他人嗰種打成一片講好咯話哦，變，但是今日都發現到講，因為講好咯以後，其實可能會造成人哋客家文化會一啲人哋講斷層或斷層，哦，變成一時有人講客話。可是佢入邊幾多地步以後，除嘅記錄到等幾有數下嘅一啲風景以外，同時嘛發現到講，其實等幾有數下有幾多嘅幾重要嘅客家文化，譬如講頭都講個棉花糖，伊本身係一啲蘭糖，哦，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入手機下講蘭糖係乜嘅咯？蘭糖哦，伊日本時代嘅下呀吼，侬用嗰種湖南去燜絲啦，跟基礎冇相同。我哋有個佢一般啊，提出舊嘅人，舊嘅人都是個人嚟。那可以湖南哦。係，我哋也含有，啊唔過唔有咧斷層啦，都可能我都提好上嘅，啊再過嚟都係高中生，啊高中生喺擺讀睇可能就吹落波嘅。嗰種棉花糖嘅話，即係會改變冇？會啊，會改變。係會改變。咁而家萬人嚟做咯。係做湖南省係乜嘢咯？有老批嘅限地做，啱嗰身體冇幾好，啊舊本人哋前一台，啱嗰前一台人哋嗱嗬，還蠻佢熟練係限地練人哋啦。可是至少我們的可是有你講一件事情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因為糖烘來其實棉花糖對我哋講幾有數學來講嘅話，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信用，係啊，信用中心。我哋第一可能會團咧，啱講我哋都先做，大家先做，係因為其實有做總比冇做，係冇唔錯。係啊，其實時間嘅付喺度啦，好有付喺度，其實都乜個事情都唔會慢啦。係啦，係都啱你講。其實我哋講，其實將件嘢一架帶過來，又會帶來啲手把，又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收嘅，係係用嘅手把。有嘅我感覺佢神奇，因為我哋啲福案咧。富呢種嘅對面容嘅福案，利益評價過來嘅，啊我哋有啲福案種，係啊伊人攏擺條擺人都看你做有個恐龍所擺，啊我都想講啊都恐龍所擺冇嘛嘅，結果有一參嘅一種嘅面容嘅欣賞對我哋也了啊都滿意啊條恐龍嘅故事，一睇啊應該感覺講哦佢感動哦有個恐龍一把恐龍做得。好，帶出來按多有神奇嘅事情。用個神奇嘅事情同你觀眾朋友講一下。伊攏擺還蠻教過來下呀吼，伊愛開一個恐龍，迄種個過於古書，啊古書個古河巴，啊像古河巴一停一下古毛嘛地來要睇水啊，等到到冬天一下呀，後擺河巴水一吞會變到3吞，啊第一吞可能用淺淺的行過路吼，啊第二吞啊吼，可能我用面盆嚟栽，啊你看人交代講啊吼。面盤嘅本所把錯嘅顏色嘅唔怕嘅，啊伊都感覺講啊，講你卡講嘅態度，寫冇感覺伊寫冇嗰種冇得錢啊你啊，啊講伊攏會叫啦，係啊感覺佢感動啊，啱講啊感覺啲畫面要下擺要佢神奇啊，要18條肋咁啊都要佢快寫，因為他嘅講法其實係講，伊啲其實做起伊啲產業嘅發展嘅故事啦，吼，因為小總統講嘅冇唔錯啊，其實也係要賣錢嘅東西，好伊唔可以失敗。好，但是你至少把看作給世界一定人要勤工作，一定人要做事一件事情，其實對審判方來講，其實現實係幾殘酷的。係啊，係啊，係啊。等於講買啲恐龍手把，其實嘛差唔多多錢，但是其實一中間，其實我開到果樹去買時，也遇到一多困難。哎呀，佢媽媽伊擺身人寫啦，啊，我意見行會做。
你阿嘛前差的做会送本来啊，系啊，啊你都俺哋都喺搞了，可能做得好幾輪冇呢。啊公司在大量嘛冇到，因為磨入嘅材料。哦，磨嘅材料。會少。嗰種恐龍都係很用嘅成本咯。伊跟山東嘅嗰槍啊，要比山東嘅嗰細，啊用net，山東嘅冇net，啊而家用net。嗰所以更加唔係伊哋講大量種植嘅伊哋作物。冇圖，伊啲攏野生嘅呢。哦，嗰種人家話係去山上去綁上嘅。係啊，攏野生嘅。係啊，所以我哋下擺人類了，我哋會也個媽媽也會做，啊唔過多年會聽我哋冇圖。等於如我哋講夢幻逸品，因為等於講聽唔到啊，因為冇善良嘛。係啊。哦，等於如果咱拿到恐龍。那我有可能有要說吧，等於講這個一聽嘛不一定聽得懂。啊，我嘛心疼伊做啊，個辛苦啊，係啊。也部分係至少係給有數下來講吧，硬強人真係鐵少。鐵少啊！硬強人少，像我哋節目一開始講嘅，其實硬強人少嘅係，其實幾多傳統創業嘅技術，技藝，我哋其實全部我同係。人都係擔心嘅地方。係，因為唔可能只有唔知個一定，全部唔知個一行啊，把全部經驗表現出來，因為每一個人好一些。係，一個東西都可以傳下去，但是你看，變成你看也對一些，跟嘛對一些，也對一些。係啦。咁唔知個上我講，從唔知個經驗來講嘅話，能讓我去希望講年輕人可以鼓勵佢有數下。我唔敢。鼓勵人鼓勵呢，因為學費我唔敢做決定啊。唔知個唔是你做決定啊，唔知係講到講，有條事情佢從。我會不言地啊講，我地啊鄉下，我喺那天我也比較快樂。有個事情我會引起本他個人地，我做馬龍快樂。係，啊你真正會鼓勵啊，後生嘅鼓勵要做準備冇。因為我哋地講其實你嗰時嘛做一個古道嘛，古道嘛，今天譬如廣東話小解一下講，當初做嘛我做一件事情。一個古道啊，其實我早期係咧對日光山咧呢邊有啲很多茶田古道啦，條擺嚟對嘢，唔過60多年前咧把汽水仔啊重起嚟，啊個另外讓在行另外咧福源島嗰陣，福源地，美濃嘅福源地當嗰陣其實咧福源總嘅一條白路，啊個條白路渡到有個白眉，仲可以做白也娘家路啊，係啊，所以有一條路我哋都改按到專門架路。咁樣專門搞路過有意思。但是平常一條以前唔前開始做以前一條路喺度冇人行係咪？喺度冇人行，嗰度10年冇人行。嗰度10年冇人行，做乜咯？哦，因為有新嘅路綁，有新嘅路啊，公車可以過去。要係有一種美濃嘅美濃島三大日光山隧道，係啊，所以兩個都冇人行嘅。咁你發現這個重新一行一條古道嘅，你這個當初嘅想法係乜？談嗰度老人家講嘅故事，佢好奇啊。係啊。我對係先我都設計條北角幾日街啊，但係同學嘅啊，結果失敗啊，同學唔敢退危，我都設計北啊。嗰條嘅段路唔係講幾好行嘅一條路係咪？嗰邊變山啊。哦，嗰邊變山。係，美濃嘅平江唔會。係啊。嗰度幾時專門搞冇簡單咧？專門搞，嗰辛苦啊，要下過河巴咧。係啊。咁這樣你那條路其實更加一開始有人重視，有人調查，有人開始做以後，一件事情對等村莊人嚟講嘅話，對於我哋講老一批人嚟講話，有乜嘅感覺？見下鹹菜啊，條老一批人嘢攏鹹食聽過阿妹阿無如阿媽白過喺面濃嘅用嘢種嘅姨媽媽用解片，因為有條路啊吼，我哋攏擺做嘅睇人上唔會本設計寫人嘅拖好老人啦，啊山高一路嘅面濃嘅福源啦，所以我哋做嘅歡迎架站人到攏面濃嘅福源一邊加過來。哦，嗰時幾時啫？等於如果隔壁路嘅好多種，每一條路屯嘅面濃嘅客種，連呢條路都有專門架路。嗰時其實以規範行，但是還是愛行。還是愛行啊！等於如講，其實我喺邊有一種講法，你講，也係等於你講，我很容易去維持到我哋客家文化嘅一種傳承嘅一條路。我想係從係讓佢調查過去結束嘅，係咪等人做嘅後生嘅？學生嘅一條去陪人哋講條版人嘅辛苦，啊陪人了解講啊，我哋係對面濃過來，啊咁也幾有意義。其實按你講好來，其實嗰種係尋根嚟嗬。係啊，係啊。好，你嗰個情景呀部分，嗰個部分，即個當初
应该讲，你做一件事情的想法係忙咯，係一開始伊的想法係形容嚟講，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實兩回事啊，吼，其實我對狀況嘛上過樣講，相當嘛感覺過減少啦。我連自家狀況啊，吼，冇提一種好嘅客家文化態度地步，我3年前樣提啊，所以我感覺講啊，對狀況有一種愧疚啊呢。嗰時候應該想要做乜事情？不管有做啲規劃，做啲認做規種，都客家文化嘅版圖地步，是體好。啊，毋過冇啊吼，至少我一本狀人哋也講自家認同冇，啊，連啲客話又講到好冇，又傳下去冇。唔好講啊，到時他跟人講好咯嘅，啊，要營養體講啊，人哋客家狀冇意義啊，係啊，啊，要如果想要講啊，做也快尋根嘅一個話題嘅一個目的啦，係啊。一條專門家路其實係早期嘅有數下人牽起以對面農業客家莊嘅一條佢創業嘅路，但是佢阿復興做嘅路係把佢有數下重新帶歸去人客家文化一條佢創業嘅路。今日我講上人復興路，那現場就分享按同佢有數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下禮拜有來人其實了，記得來人叫數下了。休息下我再聽下你欣賞來運動一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